日本妖怪大百科人魚。不過日本人呢，有一部分都會認為食咗人魚肉之後呢，係會長生不老㗎喎。人魚呢，呢一個妖怪其實喺世界各地呢都會出沒嘅，咁佢就係一個半人半魚嘅妖怪啦。佢嘅樣呢就有好幾種類型嘅，大多數呢我哋有記錄可以睇到嘅都係上半身係人類女性，而下半身就係魚嘅外形。不過其實偶然呢都會調翻轉嘅，係上半身係魚，而下半身就係人類。甚至亦都有啲文獻記載過話出現一啲全身都係魚嘅形態，但係就生咗人類一樣手腳嘅人魚啦，同埋有人樣嘅。咁雖然人魚喺日本嚟講就唔常見嘅，但係其實西方國家嘅人魚呢，一般都連童話都有寫到落去啦。佢就係有尾啊、魚尾，同埋唱歌係非常之歌聲動人嘅。喺日本傳說呢，其實只要捉咗人魚之後呢，海洋嗰個狀態就會變到非常之差，咁啊會颳起一啲狂風雷暴啊，同埋風雨交加，咁啊令到真係民不聊生嘅，出唔到海捕魚啊，咁樣就會有颱風，亦都影響到陸地上面嘅人。不過日本人呢，有一部分都會認為食咗人魚肉之後呢，係會長生不老㗎喎。咁啊，令到嗰一類嘅人覺得人魚係一種非常之吸引人嘅妖怪啊！咁呢一個食人魚肉嘅故事後面會講，喺西元619年呢，有記錄㗎啦。咁啊係一位漁夫呢，喺大阪府就曾經捕獲過一個卡喺一個漁網嘅人魚啊，亦都係有史以嚟最早嘅記錄。而另外有一個說法就係人魚呢係出現嘅記載呢，就係日本聖德太子啊，咁啊曾經喺滋賀縣就見過人魚，而嗰一條人魚呢，據說上一世就做過人類喎，但因為當時嘅漁夫呢就捕捉咗太多嘅魚啊，咁啊所以人魚就可能想報復啦，咁啊出現喺個海洋度。咁啊，可能想推翻隻船啦，又或者係扯個漁夫落海等等嘅行為，都係猜測嘅啫。咁啊，令到人魚出現咗，但係好不幸咁啊，俾個漁夫捕獲咗啦。咁就下場就唔知道。咁但係聖德太子係知道呢一件事嘅來龍去脈之後呢，咁就起咗一間寺廟嚟供養人魚喎。咁相信如果佢講得供養嘅時候，應該呢條人魚都冇命㗎啦。咁啊，並且將呢一個寺廟呢就命名為觀音淨寺。咁啊，其實觀音淨寺去到而家都仍然存在嘅。咁啊，亦都係一直保存住人魚嘅木乃伊啦。但係喺1993年嘅時候，就因為一場大火呢，咁啊人魚嘅木乃伊被燒毀咗啦。咁啊，其實呢一個故事呢，聖德太子呢個故事係想反映出呢佢對萬物嘅親切。不過亦都有啲文獻啊，或者一啲作者認為呢，太子其實係想將從事惡行嘅妖怪啦，都有學習佛學嘅機會，從而導正翻妖怪嘅思想行為。咁我喺度想講講呢度幾個故事都睇唔出人魚係有啲乜嘢為禍人間嘅行為嘅，其實係冇嘅。但係就唔知點解將佢導向咗係一種妖怪，有可能就因為佢個樣唔生得嚟同人類唔同。咁頭先就講過日本有流行食人魚肉之後就會長生不老嘅傳說。咁有一位叫做八尾比丘尼嘅，咁比丘尼係啊嘅尼姑啦，咁相傳就係食過人魚肉，咁之後佢就有800歲嘅命喎。而因為佢食完人魚肉啦，雖然佢嘅年齡就按住時間去增長啊，但係一直都係保持住一個好年輕嘅外表。正因為咁啊，亦都有啲人見到哇有人版喎，
咁樣呢個人魚肉應該係有啲用，就為咗賺錢就會特別出海咧去捕捉人魚嘅。咁以當時嚟講啊，單單喺有記錄嚟講啊，單單一隻人魚嘅手指咧都價值1000兩啊！咁同等於而家大概1億嘅日元啊。而而家日本咧，其實都仍然保存住幾十個人魚嘅木乃伊。有啲木乃伊咧，仲可以睇到有啲鱗片啊，俾人剝咗落嚟，咁就係應該一啲俾人食咗嘅痕跡啊。另外最近見現代人魚咧有一個目擊嘅事件，其實講到最近都成10幾年前啦，咁就係2013年，網絡上面出現影到人魚嘅影片啊。聲稱拍攝嘅地點咧就係位於格陵蘭外海嘅900公里嘅深海入邊。當時人魚就拍打緊呢個潛望鏡嘅景象。另外咧就係一個喺以色列嘅卡里亞德亞姆地區。傳出咧喺一個時間嘅時候就有好多人同時目擊到人魚嘅事件喎。其實呢一啲故事都係信不信由你。現代嘅老實講，我哋而家嘅技術要做一啲影片出嚟，真係唔難嘅。